来关心中央航空即马出现罢工危机，这是技师指控讲因的薪水调整无合理，所以打算要发起罢工投票。不过中央航空有回应讲，9年来技师的薪水已经加要10万啊。另外，伫昨早桃园机场一台中央航太的电源车是含桃园机场的拖车去烧动，中央的车变过，即马机油是留甲柜头卡。无人机无用起降的跑道边啊，一台长型的航太电源车就安尼并伫的比沙停机坪。12早起，电源车甲头前作业拖车发生烧动意外，并且现场是也柜头开机油。出动吊车将车吊好正，偷机人员赶紧处理地面的漏油。好在在这意外只造成比沙天气坪地站无法度作业，无人受伤。不过，长型最近的风波不止这一件。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进行伫会员代表大会顶悬无预期通过，针对长型分会甲资方之间劳资争议，2礼拜内正式启动罢工投票。这期长型自2022年到即马已经赚235亿，不过飞行员实际薪水倒退一成，而且伫国际技术流失之下，引致外籍技术和飞行出现温休。总经理开香槟来喝，因为我们到了 Q3就达到了164亿。试问总经理，你喝了香槟，那我们呢？我们一滴汤都没有，必须要用一个罢工这样的激烈的手段，来让社会大去正视这个问题。工会指出，长型航空的外站津贴去年底调悬0.3美金，每点钟3.3美金，华航是5美金。政府航空外站用餐费方式发津贴，平均也是5美金。长型落地后边，经过3摆甲长型调解，双方拢无达成共识。双方没有达成共识的原因，主要是针对调薪的幅度。依据劳资争议处理法的规定，那工会针对调整事项，如果调解不成立之后，经过会员直接无记名过半数的投票同意通过之后，可以取得罢工权。长型航空发声明反驳，指出以正技术费的2015年到2023年，1个月薪水加薪幅度将近10万。公司针对2024年的薪水结果甲外站津贴调整做法，会在年底进行公告实施。针对技术人力，公司已向优先招募甲培训本国籍技术，因应人力需求招聘外籍技术。无论国籍，拢爱通过公司的考试体检、训练合格了后，才能执行飞行任务。不过，技术工会搁一摆回击，批评长型是路桥假蒜头，误导社会大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